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睇下咧，載通國際嘅業績啊。載通國際就係九巴同龍運嘅母企啊。望下佢哋啲營運數字先。今年度咧，佢就賺多咗啦。就扣除咗啲物業發展嘅盈利，佢哋經常性嘅業務啊，有賺啊。靠住九巴同埋龍運嘅表現非常之理想咧。每股咧賺0.53啊。上年就賺0.24，我哋就唔好睇佢啲公司啲物業先，因為我哋主要都係想睇佢啲即係巴士業務方面嘅收入啊。望一望佢盤數啦，24年就收入70幾億啊，就非常之唔錯啦。可以望嘅，佢盈利咧就1.268億，上年就賺1100幾萬啦。但係最緊要就係望啦，佢個專營巴士服務收入啦，加咗價會收多咗啦。即係扣除物業嗰一 part 咧，收入係都幾勁嘅。但係咧，呢啲就睇唔到佢啲營運數字啊。我哋都係要睇佢啲營運數據嘅。呢啲報表就唔係好需要睇啦，大家都唔好關心嘅。碌落去啊，睇下佢有冇啲講緊嘅分佈資料。嗱，佢有講大陸就即係少咗啦咁樣。但係呢個都唔係我哋想關心嘅數字，想關心就係佢嗰個每個嘅年度啊，唔同巴士公司分佈嘅收入。呢啲就唔關事啊。碌落去繼續。又碌佢又碌。佢回顧啦，開始講啦。嗱，佢有講咧，就車費收入咧就69.493億，就較23年67.407億咧就多31%啊。就載客量上升啦。當然啦，受惠於呢個北上熱潮啦，就啲龍運嗰邊個全面復常啦。載客量都會升咗嘅。就升咗0.2億啊，全年。升咗1.8%。但係間公司經營成本都高咗啊，高咗10.3%，因為加人工啊同燃油嘅升幅。龍運嘅部分咧，就賺4170萬啊。23年就2310萬。龍運嘅車費收入咧就6.267億，就較23年嘅5.67億咧就多1億啊，或者19% 咁樣。因為咧佢嘅載客量多咗，好簡單啦，係咪先？反而非專營業務嗰邊咧又賺得多咗喎，又賺2060萬啦，就較23年多成差唔多600幾萬啊。非常之唔錯啊。但係即係佢都冇搬啲仔細嘅營運數據，純粹睇佢一啲嘅即係本港嘅業務非常之唔錯啦。反而輸大陸啦。大陸咧就上年賺3110萬，賺得60萬啦咁樣。冇辦法嘅，大陸個環境變差係咪先？佢就冇一啲非常之多嘅營運數字走出嚟啦咁樣。但係都見到就係佢期望啦，未來都會個盈利都慢慢增長，因為又加咗價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即係純粹講經營業務嗰部分咧，九巴咧就做得唔錯嘅。但係就巴士業務咧就唔應該賺咁多錢啦。難啲加價啦，相信今年就。但係即係望翻九巴間公司啦，佢咁多業務，每樣都賺啲即係要有錢賺咧，先可以幫公司去即係繼續發展嘅。但係賺成1億咧，會唔會太多咧？賺翻千零萬，因為偷笑咯，咪千零萬之後就千零萬，龍運又賺2000幾萬，嗰間公司話有得賺下，即係算偷笑啊！望翻上邊啦，經營嘅盈利咧，就0.53喎，就舊年就0.24。就即係如果每股賺咁多，會對於公共業務嚟講咪唔太啱咧咁樣。
咁啊，始終呢間公司自己喺入邊都有其他嘅業務啦，咁佢有啲物業發展啦，咁啊收6000幾萬啦，咁啊就出租嘅，咁啊冇得講嘅，咁啊公共業務真係唔應該賺咁多錢啊，咁啊相信加價就有啲難啊。咁啊今日嘅即係片就睇到呢度先啦，呢份報告始終睇唔到啲仔細營運數字啊，咁啊睇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